讲到最近这迫害做牛胃的争议，引起社会大家伫咧讨论。为福部今仔日预告要修正，要甲这迫害做改名做优先式，提供予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其他实际需要的人提升去做。为福部也表示讲，这届修法有参考外国意见，也希望社会会当有关怀和同理心，主动让位，希望赶紧来推动，这公告时间就缩减到剩7天。年纪不是唯一标准，身心障碍者等优先使用，请发挥同理心。因应最近迫害族的争议事件，是引起老大人和少年族群的对立。台北捷运公司伫捷运文湖线列车放送宣导广播，即卖为着避免迫害族国引起纠纷，卫福部社计数字被预告修正草案，甲迫害族改名做优先式。这样比较广义一点，看看以后那个纷争会不会再少一点。改的话，如果能让某些人的心里感觉比较舒服，或是比较踏实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对那些人来说比较好。本地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条文是写讲，提供身心障碍者和老弱妇孺优先座迫害族，修正改做予身心障碍者也是其他有实际需要的人优先座优先式，而且为着量早实施，公告期是缩短到7天。老弱妇孺这个词，大家看起来大部分大家都比较注意到这个老。最近几个争议，大家都是认为博爱座应该是要让给长者和老人坐，其实不是，让有需要的人，其实他是可以有位置可以坐。社计署解释讲，即卖国人的平均余命是超过80岁，嘛有真侪聚会人身体是真健康真好，才去修正原有的条文，希望改做予其他实际需要的人，避免民众误解。有民间团体认为讲，台湾每年老人的人口会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%，若要设这些迫害族，是不如去倡议民众自主发挥牛人的同理心。有隐藏需求的人，我们并不容易从外表判断出来，所以也不用去苛责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不让做。很多的长者其实在观念上，好，只要我们多沟通，大家多宣导，新的礼让文化应该可以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里面看到这样的美德。修法的预告公告期满了后，修正草案会送行政院和立法院去审议，后壁卫福部会会同交通部加去宣导，避免让位的议题变作民众冲突的导火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